Hello，各位，我係杜琪峰，喺呢度好多謝咁多釜山嘅觀眾係嚟到呢度。本來我係應該要參加呢一個30屆嘅釜山電影節嘅，但係基於好多理由咧，其中之一最重要嘅都係個颱風咧，佢係影響咗我個航班返唔到香港。所以我而家仲喺三藩市呢度咧，等緊點樣揾到個航班翻香港。咁遺憾地不能夠同大家見面。我都好想同我個偶像李滄東導演同大家見面，同大家座談嘅，但係無奈我都冇辦法啦。喺呢度我係好多謝釜山電影節咧，係再放我呢一部電影《黑社會》，非常感謝，亦都感謝嚟睇嘅觀眾。我希望能夠盡快有機會再嚟釜山見見大家朋友，好多謝大家。Sorry。